大家好，我是小白科，今天要說的是電影。最近奧德賽正式上映，呢套電影用咗2.5億美元預算，折合為20億港元。20蚊呢，我銀包就大把啦，但係20億呢個數字呢，暫時我銀行戶口就未出現過。如果拍一套電影要20億都令你大開眼界嘅話呢，咁你一定要睇埋落去啦。因為睇完呢條片之後，會發現以前我哋睇過好多嘅電影咧，預算都係超過20億㗎。究竟呢20億用咗去邊度？點樣用呢？睇完呢條片，令你立即變成電影監製。喺講全球電影預算幾貴之前咧，不如先講下拍一套電影可以幾平。槍火係一套喺1999年上映嘅香港電影，由杜琪峰擔任導演。電影入邊咧係有多個香港著名演員演出嘅，例如黃秋生、吳鎮宇、任達華。當年嘅製作費咧係由邱福生去出資，只有250萬港元。呢套電影係非常有香港特色，唔係因為佢講廣東話，而係因為香港老闆咧最中意叫員工用最少嘅資源做到最好嘅效果。槍火嘅演員幾乎咧都係義務或者象徵式去收友情價演出嘅啫，因為導演杜琪峰當時只係得250萬港元嘅極低預算，資金咧係基本上攞晒去做底片啊同埋場景，片酬根本係唔夠出糧㗎。黃秋生、吳鎮宇、張耀揚等等嘅主要演員啦，唔單止係冇收足額嘅片酬啊，任達華甚至係自備戲服借埋私家車咧去俾劇組拍攝嚟節省經費啊。其中有一幕喺荃灣廣場嘅槍戰戲咧就長達5分鐘，有別於過往我哋睇槍戰追求嘅速度感同埋爆炸力，每一槍咧都開得好慢，平時就睇開猛火力，今次就睇開慢火力。杜琪峰曾經喺一個公開場合重新提過呢一幕嘅誕生啦，係完全冇任何計劃㗎，全部都係現場即時拍成。佢就話啦，點解會有呢一幕呢？真正嘅原因咧係冇錢啊！當時咧開多一槍咧都唔可以多，手頭上只有4萬幾寸菲林咧就要完成呢套戲啦。剪頭剪尾之後咧，最多得返3萬幾寸。於是佢就同所有嘅演員講，大家只可以 NG 1至2次，仲要預多少少俾林雪，唔俾亂開槍，叫 action 咧先至好開。每粒子彈咧都好貴嘅，就唔係話見過癮就係咁開。呢套完全冇劇本，只係用咗19日就拍成嘅槍火，最後咧創下影壇奇蹟。吳鎮宇更加係憑呢條片榮獲金馬獎最佳男主角。2005年，槍火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100套華語片嘅第14名。2011年，槍火獲香港電影資訊館列入100套唔可以唔睇嘅香港電影之一。你求其落街去問一個香港人啦，基本上冇人唔識周星馳㗎啦。周星馳25年前拍嘅電影對白，去到今時今日仍然有人講緊。少林足球喺2001年上映，喺全球創下約5000萬美元嘅累計票房，其中以香港市場咧最為轟動，勁收6073萬港元，打破咗當時香港影史最高票房嘅紀錄，至今咧仍然穩居香港華語片票房歷史嘅前段。除咗票房大賣之外啦，喺2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面掃晒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同埋最佳男主角等等7項大獎。雖然少林足球嘅結局係好成功啦，不過當年因為揾唔到投資人啊，就令到少林足球差啲收皮。我哋就一齊睇下當年周星馳點樣將少林足球救翻生啦。一套電影嘅開始咧，首先要有錢啊！錢從何來？錢從人來。以周星馳呢個名咧，要拍一套電影應該就大把人俾錢去拍啦。但係2001年嘅周星馳咧，係最艱難時期嘅周星馳。江湖傳聞，當年周星馳因為得罪一位江湖大佬，就令佢更加難揾到一位投資人。周星馳就唔肯放棄喎，咁啊攞住個劇本咧，不斷去敲門，搏一個機會。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最後喺萬念俱灰嘅關頭之下呢，貴人出來了。華語電影公司嘅老闆林小明決定投資大約1500萬港元呢作為製作費，其餘1500萬港元呢就係由周星馳旗下嘅星輝公司以周星馳嘅片酬同埋相關資源投入㗎，所以真正用喺電影嘅預算呢，大約就只有1500萬。少林足球最經典嘅幕後趣事之一，就係最後足球場大場面咧，係要填滿4萬位觀眾。如果真係逐個人請翻嚟群演嘅話咧，就算一個人俾50蚊啊，成本都要200萬。周星馳有靈機一觸啦，去登廣告咧，邀請市民免費入場睇拍攝，仲可以近距離見到周星馳同攞簽名添。咁結果咧係有大批影迷自願參與，用零成本填滿咗成個球場。呢招唔單止慳錢，仲將拍攝現場變成宣傳現場，係非常周星馳式嘅解決方法，亦都只有周星馳先至有咁嘅影響力。
演員方面，謝賢呢當然被邀請出演強雄。咁啊，據報咧，周星馳原本開咗100萬港元片酬俾佢㗎，但係謝賢呢最後以零片酬出演，成為一個好有傳奇色彩嘅客串。而吳孟達、張柏芝、莫文蔚等人呢都係以友情演出㗎，真係話俾你知道咩叫識人多過識字嘅。周星馳執導電影《功夫女足》係少林足球嘅續集，總製作預算高達3.8億人民幣，折合4.4億港元。呢個預算創下咗佢個人執導生涯嘅新高。演員片酬佔15%，大約5700萬人民幣；實景搭建同埋拍攝佔18%，大約7000萬人民幣。包括喺深圳搭建嘅女足亞冠標準訓練基地，使得最多錢呢就係特效製作啦，接近用咗50% 嘅資金，大約係1.5億至1.9億人民幣，成條片包含1200個 CGI 特效鏡頭。25年前，周星馳嘅少林足球圍繞人物劇情為主線，講述五師弟由一個執垃圾嘅散工，聯同落魄多年嘅昔日球星組成足球隊，成員仲有5位曾經雄心壯志但被歲月摧殘嘅師兄弟。最後憑住眾志成城贏咗全國冠軍。周星馳中意用呢種小人物改變世界嘅觀念去寫故事，因為佢幫我哋所有平民百姓畫咗一個夢。例如用20蚊贏2500萬就成為咗你去澳門嘅原因啦。25年後嘅功夫女足預算有50% 用喺特效製作，故事劇情已經唔係成為主線啦。現代電影有更加多嘅部分放喺視覺效果嘅特效。現代電影嘅轉變，皆因觀眾嘅需求都開始轉變啦，開始追求更加刺激嘅視覺享受。喺全球最昂貴預算嘅電影排行榜入邊頭10名都係充滿特效嘅電影。我哋一齊嚟睇下荷里活係點樣使錢啦。復仇者聯盟目前總共有4集，由2012年上映第1集，去到2019年上映終局之戰，前後用咗8年。復仇者聯盟係漫威漫畫改編嘅電影入邊第一套獲得超過10億票房嘅電影，同時亦係當年世界電影史上票房第3高嘅電影，僅次於《阿凡達》同埋《鐵達尼號》。復仇者聯盟嘅成功改變咗世界電影嘅發展。復仇者聯盟之所以會改變世界電影就唔係因為佢好睇，而係佢證明咗一套電影宇宙係可以長期跨作品、跨角色咁樣去累積觀眾嘅情感同埋票房。由第1集開始，漫威就將原本分散嘅英雄故事整合成一個持續擴張嘅敘事系統，之後再用無限之戰將10年嘅鋪排一次收割，教荷里活重新理解電影點樣做先至係最有效嘅。以前大部分嘅大片都係一套戲講完一個故事，但係復仇者聯盟係將多主角跨作品嘅伏線同埋長期追看變成主流商業嘅策略。呢種模式令到觀眾唔再淨係買張戲飛啦，而係追緊一個世界。你追完一集又想補翻前面嗰幾集，甚至期待下一個階段。只要個世界觀夠大，就可以不斷去延伸新嘅角色同埋新嘅衝突。Marvel 嘅成功令電影公司更加重視前期規劃同埋系列統籌，而唔係單靠某一套戲去爆發。超級英雄片之後就越嚟越依賴高科技嘅特效啦、動作捕捉、IMAX 全景聲同埋全球同步宣傳。因為觀眾買嘅唔單止係故事，仲係一種大型視覺體驗。喺全球最昂貴電影預算排行榜嘅頭10名入邊就已經有4套 Marvel 嘅電影上榜㗎啦。復仇者聯盟1至4集嘅總製作預算大約係12.15億至13.5億美元，折合大約係95億至106億港元。我哋睇緊嘅每一位英雄，全部能力都好強，講緊係揾錢能力好強啊！Robert Downey 喺第1集 Iron Man 就已經有400萬港元片酬啦。第1集復仇者聯盟4億港元，只係拍攝咗3日嘅蜘蛛俠強勢回歸，4000萬港元。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同埋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合共7.4億港元。一生人喺 Marvel 嘅電影系列入邊就已經賺超過10億嘅港紙啦。第2個 Marvel 熱捧角色就係 Chris Evans 飾演嘅美國隊長啦。Chris Evans 分別喺電影《美國隊長英雄內戰》同埋《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入邊分別獲得1.2億嘅港元片酬，兩部電影合共賺咗2.4億嘅片酬金。Christopher Hemsworth 第一次出演雷神索爾就賺咗120萬港元片酬。第3集諸神黃昏1.2億港元。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同樣都係1.2億港元。成個復仇者聯盟全部都係貴人。一套電影除咗要有貴人之外，仲要有咩呢？冇錯，就係貴妃啦。
奧德賽係 Christopher Nolan 第一套革命性用全 IMAX 拍攝嘅電影，用咗超過200萬吋嘅菲林。200萬吋菲林係咩概念呢？每吋 IMAX 菲林咧，淨係拍到4.3格畫面嘅啫。換算200萬吋菲林咧，就相等於大約5934分鐘嘅畫面。根據目前 IMAX 菲林嘅價錢，每分鐘拍攝咧就已經係消耗緊3000蚊美元啦。淨係計算 Nolan 使用 IMAX 菲林拍攝嘅最低成本，就已經用咗1億3836萬港幣，認真貴飛啊！IMAX 攝影機咧係重136公斤，劇組係要動用6位大隻佬去搬運，每3分鐘就要換一次菲林。另外喺拍攝嘅時候咧係會產生巨大嘅噪音㗎，近距離對白咧基本上完全收唔到音啊，就好似直接喺你面前咧開一部果汁機一樣。真正令奧德賽變成天文數字咧，就唔單止係拍攝嘅規模，而係佢拍嘅內容啊！拍得史詩故事就冇可能靠2-3間房就完成到㗎啦。Nolan 為咗追求極致嘅真實感咧，電影入邊嘅10米木馬啦、古代長船同埋5000套希臘戲服咧，全部都係人手打造。更加堅持咧係演員係唔可以戴假髮啦，同埋假鬍鬚嘅。劇組特別喺唔同嘅拍攝地點咧，建立咗多座高達10.6米嘅木馬，又唔俾裝車轆喎，咁所以咧就動用咗過百位大隻佬咧，就將木馬拖過特洛伊平原。戲入邊咧飾演奧德修斯部下嘅演員咧，全部都要學點樣去划槳、升帆同埋操控。另外，成個拍攝過程咧，劇組到訪過摩洛哥、意大利、希臘、冰島同埋蘇格蘭，船隊累計航行咗幾千公里。換句話講，每一幕都係錢。你見到嘅海上鏡頭都可能係涉及搭景、運輸、天氣、船隻、特技同埋人手安排。講下特效同埋後製咧，好多觀眾咧都以為路蘭式嘅電影咧係比較偏向實拍㗎，但係史詩級作品咧始終離唔開大量嘅後製。古代戰場、神話場景、畫面銜接咧，全部都係要靠後期製作㗎。呢啲咧唔係1-2個特效鏡頭咁簡單就可以完成，而係需要幾百甚至幾千個鏡頭逐個處理。你見到嘅浩瀚感咧，往往都係由無數次微調砌出嚟嘅。呢個部分通常都係成套戲最燒錢嘅地方之一，預計咧可以佔總預算30%以上。仲有一個燒錢位就係演員同埋檔期啦。當你遇上頂級荷里活陣容，唔同嘅演員咧有唔同嘅拍攝日程、片酬要求同埋地點安排嘅，製作成本自然就會再向上推嘅啦。對一套咁大規模嘅電影嚟講咧，唔係淨係請到人就得嘅，仲要所有人喺對嘅時間出現喺對嘅地方。只要其中一個環節有延誤嘅話咧，成個拍攝計劃都會一齊蝕錢嘅。如果你一向中意 Nolan， 咁奧德賽咧基本上係一套好難忽視嘅作品嚟嘅。佢集合咗史詩神話、實拍、IMAX、豪華演員陣容同埋導演嘅功力。對一般觀眾嚟講咧，呢部電影最吸引嘅地方咧，除咗係視覺規模之外咧，仲在於佢點樣將一套1000年流傳嘅故事、人物喺巨大命運掙扎嘅情感拍入觀眾嘅內心。如果你對 Nolan 嘅電影節奏、荷里活史詩片或者係大場面實拍好有期待嘅話咧，奧德賽會係今年最值得睇嘅一套電影。